好咁啊，又講賽馬貼士啊。咁啊，第二場4班1200米草地，咁啊，斯蘭賽道，咁啊揀咩馬？咁啊，呢只馬咧就而家係4班啊。花好月型咧就應該係12號嚟嘅，咁啊8檔咁樣啊，班德禮惠特。咁啊呢只馬咧就係5班贏咗，咁啊升呢個4班，跑咗個第四。嗱，咁首先第一件事你要明白呢隻咧轉倉馬咧就偉達咧就省翻靚嗰隻牌子啦。咁咧就本來係黎超星嘅馬嚟嘅，後來咧就俾咗偉達。偉達一個當偉達啫，咁啊佢又跑咗第三揾布文，咁啊再嚟多次跑第一呢種情況曾幾何時咧呢、個咩電子麒麟咧就出現呢個咁嘅問題。當時咧就意思係咩問題咧？即係話轉完倉之後咧，突然間醒神咗好多嘅呢啲馬，突然間咧就可以贏多幾場馬嘅咁樣，咁啊會唔會咁嘅情況嘅？即係過去有咁嘅情況啦，咁樣。咁啊好啦，咁啊睇下呢隻馬跑第四喎，喺4班佢一定要搏嘅喎，佢橫掂都轉咗倉咯，唉，即係個狀態又喺度，梗係再搏㗎啦咁樣。咁啊，佢跑第四咧就後上嘅話，咁啊之前呢隻花好月型咧就都係咁嘅形式嘅，都係拖住去然後後上。咁啊後上之後睇下啲速度啦嚇，花好月型嘅速度咧唔差嘅喎，尾段佢係22.89嚟嘅喎。咁咧係第3名過終點嘅，咁啊最快嗰隻星火燎原都係跑唔到，咁啊即係話代表乜嘢？咁即係代表咧追唔到啊！咁啊當時可能拉太遠，咁啊前領馬拉得太遠嘅關係，所以咧後上馬追唔切啫。就唔係代表佢未來咧會唔會贏得到咧？可能多幾十米就贏到㗎啦。咁啊呢啲只不過係嗰個發力點嘅問題嚟嘅啫。咁啊當然啦，佢現在係咩班啦嚇？現在4班嚟㗎，佢5班贏就4班跑啊。而家喺輕磅嘅情況下。咁啊就用呢個偉班德禮，咁啊知道啦，布文啊騎唔到，咁啊俾班德禮騎，因為布文就即係力即係重個頭，咁啊冇辦法啦，咁啊轉騎師。咁啊花好月型啊好明顯咧就贏咗2 win 嘅，咁啊呢個就幾濕滯下嘅，即係話咧佢之前咧一開始就贏咗場 win，跟住咧就坐馬監坐到去5班先係反彈嘅，咁啊呢個，但係咧佢個血系咧叫 deep field 啊，即係咁啊大家好清晰啦嚇，我都唔記得咗 deep field 嘅中文名係乜嘢添。咁啊睇下佢血統係中文名叫咩名先？當馬會失效，情深意重，唔係情深意重，黑得囂咗都係。好啦，唔好理佢啦。咁個血統係幾好嘅，不過贏2 V 就比較少啲。咁啊，即係麻麻地啊嚇。嗱呢一場咧，花好月型跑第四啊，聶寶勤跑第三咧，就再跑第三嘅。聶寶勤咧跑完第三可以再跑第三。銀刺勇士咧跑第二咧可以再跑第一嘅。咦，高水準賽事嚟嘅喎。杜月橋就冇再跑。嗱咁啊呢場咧就高水準賽事嚟嘅。咁啊我哋揀馬揀高水準噶嘛，呢隻好明顯係高水準啦。跑完第二可以跑第一嘅，而且佢個速度都唔係差，即係前面都快得放得遠個頭啫嘛。咁好明顯係因為佢前面嗰兩隻有少少超超地啦，所以放得遠個頭佢追唔到啊。好啊，睇下呢場賽事啊，花好月型12號。大熱係好，花好月型後就拖咗後面，我見到個布文咧拉住個白色衫斜馬，而家跑緊尾4嘅12號。咁啊，唔知點解布文咧就喺前段咧好有信心咁樣拉翻去8圍咁樣啦嚇。有咩睇頭啊？跑第4啫嘛，前面嗰啲勁過頭啊，根本就係、
咁啊，呢一場馬咧就超水準賽事嚟嘅。你其實咧就佢係跑第四，可能就攞獎。即係你話佢得唔得？佢轉咗騎師喎，唔係布雲騎喎，係咪先？布文咧喺呢啲咁嘅即係後上嘅情況下，好淡定噶嘛，叫淡定哥嚟噶嘛，所以佢跑出第四都唔出奇嘅。咁啊搏到盡噶啦，啊食糊位就俾人冚住。嗱睇清楚個食糊位俾人冚住 ，OK？你嗰隻前面嗰隻冚住，一路以嚟咧都冇望空。咁啊好清晰啦，咁啊只不過係個際遇上嘅問題啫，末段嘅時速咧可能跑得好啲，咁啊記住啊，再睇多次啊，咁啊大家又睇住佢點樣未能望空係嘛？咁啊12號啊未能望空嘅情況下，人之擁先，見到中間有凝聚美麗呢中個再睇多次啊，咁啊12號啊，咁啊睇到啊，佢而家係一閘落去，咁啊未能望空，未能空5號就擋住佢個囉柚，跟住佢拉出去嘅時候，佢先至發力，咁啊即係話呢隻馬咧就或者可以跑到個位置嘅喺呢場，咁啊可能更前嘅位置，不過佢啊即係困難重重之下跑第四嘅啫。不過佢本身係後上馬，成日都遇到呢咁問題，加上咧個騎師係特別勁嘅，咁啊又另一件事。現在俾輕磅嘅情況下，咁啊即係又揾阿班德禮嘅情況下咧，就唔知得唔得啊？